仔日要吟的圣诗，请来献开新圣诗。新圣诗119首，新圣诗119首，上帝的囝基督。552首，552首，552。大家勇敢人坐脚步。真熟的歌只是足久无吟安尼。好，今仔日来练习就到这，请大家以凡心来敬拜赞美。咱就以下第几位来同心起立，咱来敬拜赞美。欢喜的心们来学着咱的主，来耶稣掌权，来拍拍来学着咱的主。万
的呼召，勇敢来按照咱所插的标来跑走。检查咱的头前的路是真平坦，嘛检查咱头前的路是坎坎坷坷。总是咱爱相信，咱一生要来专心活靠咱的主耶稣，专心来跟对主耶稣，相信咱的主会保护咱的每一日。咱爱来专心来跟对咱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咱来吟这首恩典之路，稳定的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行这路，坎坷也迷路，拢是你的保护，万难的依靠，你听我心酸我，让我变我的魂，一世人，你的祝福。全能的阿爸爸上帝，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应允，就是要来带阮行每一日的道路，你要来引带阮，保护阮。主，愿感谢你用着丰盛的恩典、怜悯甲疼痛来款待阮。主，感谢你掌管全世界，也感谢你来掌管阮的一生。主，阮知影你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活命。主啊，阮一生要来紧紧跟随你，要来倚靠你。
愿祝你的稳定、人民平安，常常甲阮同在。也求主继续来带领阮行伫主你为阮备办的道路顶面，互阮的一生会当来分缀你，来听你，来服侍你，按照阮所插的标来跑走。求主来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阿门。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学乐你，我要延广你的名到永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圣诗第119首，上帝的囝基督。雄雄
全能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大君王。主啊，愿感谢你，你为着疼阮，受定伫十字架顶，用性命替阮赎罪。这是何等的疼！愿感谢学了你。虽然阮是姊妹世，你也无看轻阮，你听阮，使阮行做上帝囝儿的权柄。主啊，感谢你！主爱天父，世界受到疫情 COVID-19 的影响，阮常常会当心神软弱，撒旦也常常攻击阮。阮的身体有人欠安，阮的工课会拄着困难，经济受到影响。恳求主，你甲阮同在，体贴阮的软弱，互疫情赶紧退去，互撒旦无地位。神赐阮平安、医治、甲及时的帮赞。主啊，阮常常得罪你，求主你引带阮走往你的路。当阮往你认罪悔改，就要得到你的赦免。感谢主，当阮得到苦难试炼，求你施恩保守阮，互阮有够也的信心甲气力，倚靠主，互阮免惊灾害。主啊，求你使阮每一位兄弟身体会当勇行，身心得到平安，也使阮有气力、有忠心、有智慧来服侍你。凡事会当相信主，会当凡事都会当得胜。阮要学，亲像提摩太，遵趁你的话，随时装备阮家己最好的模样，为主做工，传播你的福音，高举你的性命。感谢主，求你兴起教会每一位兄弟团结服侍，尊主最大，在彼此相听当中，无论伫教会、伫家庭，还是伫社会中，拢会当得到你的祝福甲看顾。互阮会充满信心、喜乐，互阮有毋忘甲仁爱，活出基督的款式，互人体会信主真正是好。荣耀主，主啊，礼拜将要开始，阮献上阮的敬拜、感谢甲懊恼，愿你感纳。阮的祈祷用诚恳谦卑的心，较无会灵点睛伫你的脚前，求你清去阮的心，做你的圣殿，请你的圣灵降临，借着牧师的讲道，互阮的灵命得到造就。感谢主，阮安尼诚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启译，请拍开新圣诗的后壁面启译文第23篇。启译文第23篇，也是诗篇第96篇。兄弟，我来启，兄弟来记。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伊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
水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就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就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第声，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着天着欢喜，地着快乐。仓园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你要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上，所接现时，今仔日是乡邻团契要来献诗，因所要献的是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请。
谢少年团契美好的献诗，愿耶和华满满的祝福临到大家。接着，咱做伙来读圣经。圣经今仔日有2位记载，第一位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19节到22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9节到22节。台语汉字本新约第226页。现在我来读，现在来看第19节。若是我踮伫主耶稣，毋茫紧紧找提摩太去就近恁，互我知恁的事来安我的心，因为我无别个同心的人，真正不如恁的代志个。因为众人拢是图无家己的事，毋是图无耶稣基督的事。若是提摩太的经验，恁知，就是教我三甲着磨来兴起福音，亲像囝对老爸安尼。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1节到第16节。台语汉字本第241页。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1节到第16节。11节，这个事你着命令来教示，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的模样，着得以读册、劝勉、教示，到伫我来。你心内的温事，对先知的话，甲长老会看守来互你的，你毋通忽略。你着得以专心伫遮个事，互你的进步显明伫众人。着谨慎你本身以及你的教示，常常关心伫遮个事，因为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的人。以上。接着，咱做伙来共祷，请兄弟起立。主祷文，请。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光临到，你的旨意履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请免我的辜负，亲像阮请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你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接着是牧师的讲道，牧师的题目是提摩太忠心的服侍。提摩太忠心的服侍。各位兄弟姊妹以及线上的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的经文，互咱感觉真奇怪，讲这毋是对青年讲的经文。因为咱所有服侍侍奉，已经伫旧年就互干事，所以咱是一年度。所以伫遮想讲，今仔日的经节是特别要来勉励开学的学生。因为大学顶礼拜已经开学，开学了，因所要面对就是因新的学期、新的学习，甚至有人已经升级对国小到高国中已经进入青少年，
有的人对高中进入到高中，慢慢进入青年，高中到大学，大学到研究所，等等这学生，咱甲这青年甲因勉励，愿主赐福因会当有得到福气的人生，得到耶稣改变的生命，而且有圣神充满的快乐，赐福每一位青年的心。其实咱看在座拢是资深的青年、资深的少年人，愿上帝赐福大家，人的心若少年，咱就袂老。愿主保守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种青年这种的热情、青年的活泼。感谢上帝，咱疫情已经降到2级，嘛陆陆续续有几工拢家人，看到家人真欢喜。咱会当慢慢恢复咱以往的生活，所以牧师伫遮鼓励兄弟会当陆陆续续转来实体的礼拜。所以即马过去是线上做主要，即马爱慢慢调整实体做主要，线上是咧辅助。进前是线上做主要，实体做辅助。所以咱9月份有分流，人员的分流。但是即马防疫中心已经有做调整，疫情已经有较受到控制了所以咱有松绑一些聚会的一个条件，即马已经会当讲，咱若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安尼就会使，爱挂喙安，全程要戴口罩。愿主希望大家，互咱佮继续用情来跑走，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使用伫阮的心上，成做阮的帮站甲倚靠。主，我们用光你的性命。阮知教会根基若毁坏，阮还佫会做甚物？总是经过病毒疫情，教会犹原存在，灵野人数犹原回归倒来实体礼拜。主啊，阮恳求你，虽然伫世界有遮个罪恶充满，以及人看做无好的事，伫你的眼中嘛是看做歹的事。愿主你伫宝座顶面，用你的眼光来省察世间人，而且阮知有火、有柔远、有烈风，有遮个主你所要兴发的事。愿上帝你的公义来显明，互阮知主你是听公义。主，你是用你的公义来审查世间人，还要搁伫疫情真严重的所在，求上帝你也帮衬。看到世界渐渐恢复，未来阮的生活可能随时拢爱甲病毒做伙相生存。求上帝你施恩互阮，施恩人类智慧。愿上帝你帮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免。保罗伫咧写即个腓立比书的时阵，伊有可能是打来到世界当时的中心，叫做罗马，甚至有可能伊去1年，也是1年以后来写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要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伊亲身甲伊组织，甲伊建立的教会，而且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来讲，有真深的感受，嘛有真深迄种的革命情感，以及草创时期迄种经历，甲人组织起来，以及成立即间的教会。所以伊写即封书信的时，伊一定伫罗马的监狱的内面。有人讲伊向关起来，有人讲伊有自由的时间会当去外口，但是有罗马的士兵甲伊监控他，莫互伊走去。所以当要等审判的即1冬2冬的时间，保罗就伫个时阵世界的中心罗马城。罗马毋是一工造成的，迄阵嘛有一句话讲：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会记得我参加马丁路德500周年的纪念
有去到宗教改革500年，去到德国的柏林吼。伊讲柏林有柏林迄个门吼，迄个胜利门吼，顶面有马仔，然后甲士兵，讲迄个方向一直行吼，就行到会当行到迄个吼，会当通到巴黎啦吼。哦，所以巴黎过来是巴黎是欧洲的中心，但是伫罗马帝国的时，罗马城是帝国的中心，所以保罗伫即个大的城市内面，伊有咧思考真侪事。伊嘛真期待我审判了后，可能会得到自由。总是保罗最后伫罗马来顺道，所以保罗是真要知影讲，菲律宾教会情形嘛真少年。菲律宾教会兄弟姊妹，过去教会拢是派以巴弗提来对菲律宾行1000公里的路来到罗马城，然后甲菲律宾教会的书信消息来带互保罗，然后保罗佮甲伊所想的代志写批下来，然后交互以巴弗提，叫伊佮行路行倒来到菲律宾教会，所以1000公里、2000公里安尼行，所以保罗真少年。当然伊嘛甲遮个关心奉献，带互保罗。所以保罗深深感受到教会对伊的关心，伫伊落假的时对伊的照顾，而且伊嘛得到教会真新的消息。所以伫这1000公里、2000公里后来，有一段时间拢无人来探监，所以保罗心中挂念，就讲望讲看会当有提摩太来甲伊看无吼，也是讲即个中间所以当伊祈祷，伊就为菲律宾教会的兄弟姊妹祈祷。佮过一段时日了后，菲律宾的兄弟嘛为着保罗的消息嘛伫遐真关心。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去过去伫初代教会，其实伫书信会传来传去吼，寄来寄去的时间非常的久，可能是1个月、2个月的时间。你若看1000公里，爱用行要行偌久？毋是像即马。咱有手机咱传一个来，伫国外，你的亲朋好友就会当听到，就会当收到，甚至会当看到。伫疫情严重的时，咱会当用视讯互相见面，这是时间时代所互咱的方便。甚至你还佫有送贴图互伊所以今日看到保罗的时代是真无方便，真无方便的时代。对咱来看，今仔日咱爱搁较侪用新的方法来做福音的事工。伫菲律宾书第1章20节到21节，捌讲过，保罗伊捌讲过讲，若是照我所切心慕甲仰望的，就是我无一项事会当见效。我凡事拢好胆，现今也照平常安尼，迄是对死，也是对我。基督要伫我的身躯内得到荣光。因为论到我就是基督，死就是有利益。对保罗来讲，伊嘛知影有可能要面对审判、面对死，所以伊讲，若死是有利益，我就是基督。意思若是死伫利益的内面，伊就会当甲基督三角见面。所以我伫新学生的时，有一学长甲我讲，甲我勉励，阮做学弟的人甲我勉励讲，死就得到阳光所以有当时咱毋通看重迄个死。愿上帝帮助咱，因为基督已经对死过活，所以咱对死、对这个世间，有时咱毋免伤留恋保罗期待提摩太会当家探监。提摩太是一个少年人，受到保罗影响，然后伊受到保罗的疼惜、关心。伊嘛是一个健强的基督徒，伊的服侍中间真做咱的帮助。咱今仔就是要用伊的心态咧服侍所做的工，来真做少年人的模样，嘛真做咱所学习的对象。其实提摩太伊的妈妈甲外妈是犹太人是基督徒，总是伊的老爸是希腊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有可能有受过希腊式的教育。伫提摩太伊家长的伫这厝内的处境，其实甲现在咱真侪兄弟姊妹以及咱的青年，
真类似。妈妈是基督徒，受妈妈影响来教会，但是伊的爸爸可能毋是基督徒。我想有真侪咱的兄弟，你是安尼的处境，甚至咱的青年、青少年嘛有可能是安尼的处境。但是咱看到伊的爸爸虽然有可能是希腊人，有可能嘛无信主哦，总是提摩太犹原信耶稣。伫保罗引带带领，伫第二处宣教旅程的中间，伊拄着提摩太，讲啊，这个少年人真好。伫社区的人拢讲伊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就甲伊牵架，甲伊带伫身躯边，啊，做伙服侍。吼，其实保罗毋是真好同工啊。伫圣经内面，咱看讲，保罗是严肃法利赛人，所以伊可能伫伊的理性的头壳内面，对人的标准也真悬。啊，所以有真侪过去的服侍拄着的代志，咱来看，保罗可能毋是真好同工的人。总是伊甲提摩太之间，因却会当做伙同工，啊，提摩太嘛会当要求一，叫伊往东，伊就去往东；叫伊往西，就去往西。所以这个青年人真肯做，啊，真听话。各位兄弟姊妹，恁若是有做事业，你有请人。你也感觉讲，这种员工真好找用，你会足想要甲伊留伫你的公司，留伫你的店来甲伊栽培请伊我会记得过去有新闻安尼讲，迄餐厅就请少年人，就服侍服务，迄人客讲要求东要求西嘛。迄少年的员工讲，无你家己用啊，拼的就无爱做啊，所以即摆囡仔其实伫咱好的环境教育的下面，其实他们其实因慢慢嘛自视真悬嘛感觉讲无法度去加做基本的代志所以咱看到提摩太是怎样？第一，伊是会当做伙同心服侍的人，会当做伙同心服侍，因为什么？什么是同心？所以伊会当甲保罗做伙同心，同心就是讲，阮所想的代志、所看落的代志，竟然是共款的。咱会当有共款的心思，有共款看落的事。阿摩斯阿摩斯书有讲3章30有讲，如果两个人没有同心，那怎么同行呢？如果你无同心，你要哪同行？所以会当同心，就会当同行；会当同行，就会当做伙同工；会当同工，就会当做伙同劳苦；会当做伙同劳苦，你就会当做伙同忧伤，做伙同忧闷；会当有同忧闷，你会当做伙同享受福气。有法度做伙同享受福气，你有法度做伙同分享。所以同心、同行、同工、同劳、同忧、同福、同享很重要。这叫趋同，不是你拍麻将的趋同这7个工咱会当做伙同心、同工、同忧、同乐、同福、同享。所以重心是安那有一个中心点你读台南新学院，我读社工系时，这个系上伫这个社工系内面有一个同心圆的小组什么叫做同心圆？就是迄个圆心，大家拢共款你今仔日我是学弟，我1年我来这。第1个阶段，有可能伊是学中第4个阶段，但是咱拢共一个圆心，伫即个圆的中心点，咱画一个圆。我圆较细，伊的圆较大，但是咱拢是共一个圆心。即个中心点，就是咱伫即个小组内面，咱做伙有一个同心，有做伙大家分享三甲伫这学校彼此分享。所以这个小组真重要，每一年。拢有即个每一学期拢有即个小组每一学期的人拢会换来换去
所以伫即个当心的内面，咱看到讲，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信念。腓立比书2章20讲，因为我无别个当心的人，真正看入恁的代志。意思就是讲，无人甲我做伙看入腓立比教会的代志，因为无人甲保罗做伙三甲来分忧分劳腓立比教会的事啦。所以咱看起讲，只有提摩太甲伊做伙同心同行，迄种革命情感的即个情感伫即个教会内面。所以咱看到保罗，伊四周围真侪服侍人，检采有真侪使徒，但是无人甲伊做伙共款来看入腓立比教会，只有提摩太。所以咱看到实在，真正的意思是讲，亲像老母咧疼囝一样。咱做老母的拢为着囝牺牲家己的时间，牺牲家己所介意做的代志，就为着要互囡仔，请囡仔大汉。这牺牲无任何抱怨。保罗是用安尼的心来看待腓立比教会，所以伊是用父母的心来关心腓立比教会。竟然提摩太甲伊共款，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少年人，伊嘛学习亲像老爸老母咧疼教会一样。提摩太是甲保罗经验着宣教的时，保罗无犯罪，互证人甲拍，证人甲即个甲伊陷害，讲伊安怎，所以证人就甲拍。你抢阮的生理。阮伫遮咧卖生命，你咧讲耶稣，我抢阮的生理，所以伫市啊，伫这市啊内面，就甲伫市场的内面，这证人就喊话，就甲保罗拍。提摩太有看到，所以提摩太知影，伊一个少年人，伊嘛无因为看到这种代志，这宣教的代志遮恐怖，我无爱做啊。伫咧证人的面头前，用拍，搁用掠去关。提摩太勇敢，伊学习。诚做亲像老爸老母咧疼腓立比教会遮的羊群，所以保罗为虾米会学了提摩太，就是伫遮。所以伫遮嘛要学习，各位青年爱学习，亲像提摩太忠诚的服侍一样。第二，提摩太只有为着耶稣的事，真侪服侍的人拢是为着主咧工作努力，无毋对。为着教会事工咧付出，嘛是为着教会耶稣基督机体咧努力。总是咱看，为啥物保罗会讲到即件代志？伊讲众人拢是倒无家己的事啦，毋是咧倒无耶稣基督的事。伊到底是咧讲啥？保罗讲，这服侍的人是求家己的代志，搁较赢过求耶稣的代志。所以伊伫遮就讲，提摩太是甲众人无相款的所在，因为伊真认真服侍，真认真侍奉，伊真认真伫即个牧养的顶面，所以伊追求的心就是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保罗只要要派人到腓立比教会，是伊心中就有一个答案要求，讲嘛会当派提摩太去恁遐，也是来甲我探监。我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早前伫差不多我细汉的迄个时阵真侪教会人的囡仔拢咧学琴。迄阵囡仔生多嘛就像教会有需要私琴，像我姐姐两个姐姐拢有学琴。迄时阵这卖琴的生意足好诶，足好做诶。一间教会遮尔侪户，若有三个囡仔来学琴，即间三个，迄间三个，迄间两个，轻轻诶一个区一个所在逐个月会当销一两台所以讲有一个做卖琴的做生意的伫迄个年代，讲这长老教会遮侪人咧学琴，教会内面学琴的人，就长老教会上侪，搁较早时搁较早期听讲一条街若有钢琴的声迄差不多，这应该是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只有教会的囡仔较肯开钱。互囡仔去学琴，所以就伫咧做生意的中间，伊发现讲，听咧教会遮侪囡仔咧学琴，伊就讲我嘛来教会，当然人卖琴的
咧要买琴的人嘛会甲邀请讲，无你来教会聚会啊，爱着真正去教会呢，伊着去教会聚会，然后参加教会，哇，诚做信徒。生理佫较好，因为后来佫做中职，做中职了去中会，佫熟悉别间教会中职，生理着愈做愈大，钱嘛趁了愈来愈济，真正长到教会帮助伊诚济，所以伊勤做生意做啊足大。总是伊的信仰无因为耶稣来改变，伊无因为耶稣的事来努力，伊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甚至做甲中职，可能伫即个混业的事内面，毋是为着耶稣，是为着要做生意，后来负债，后来离婚，后来失败、穷困潦倒，所以伊若毋是为着教会的事。是安那变做多无家己的事，求上帝怜悯。所以其实耶稣嘛知影人的心，你是毋是为着耶稣真实来付出？这个故事是真实但是嘛会当真欢喜的是伊的囡仔，后来有伫教会，现在佫伫教会，嘛有变做有信仰的人。所以伊的心若是敢若是看重这的事，毋是看重耶稣的事，安尼服侍。是无真实，是变成到尾是无采工。所以保罗才讲有人先求家己的事，才过来找耶稣。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就多无耶稣的事，忠心来侍奉耶稣。提摩太伊是无提时事工，我讲这个袂讲琴的兄弟，希望上帝会当帮助。伊无提时事工，其实提摩太真侪届代替保罗，捌去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嘛捌代替保罗去哥林多教会。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6节，以及哥林多前书4章16章，拢有记载着。保罗希望提摩太去对时，提摩太拢无提时。伊嘛无因为伊家己的事讲，我即马有重要的代志，我无法度做。伊嘛无因为讲足远的呢，安尼落雨，天气寒热，无保罗一句话，提摩太就愿意去做。伊嘛毋是讲我即马伫遮咧侍奉，着遮舒适，你阁无代无志叫我去帖撒罗尼迦，阁去甲哥林多，保罗的命令。提摩太完全无提示，伊是甲基督的事放伫第一位，甲服侍态度，甲放伫第一位，而且伊的态度是啥物？奉差遣，保罗差遣我就去做，冒险患难。伫迄个时代，安尼无高铁也无公车，拢爱用行。当时可能骑一只马，骑一只驴，总是咱也看讲即摆少年人要叫因安尼做，因敢会愿意？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提摩太就是甲人无共，为着教会事工，上帝国度，伊着努力去做。其实咱有时伫咱的计划内面，咱会看重囡仔的教育，咱感觉囡仔爱读啥物学校，但是却忽略了他应该要来读主日学才对。爱伫囡仔的教育顶面来甲伊，互伊会当教会。会当搁较侪参与，咱有时甲咱人生的计划放伫第一，忽略着将耶稣的事放伫第一。总是伫提摩太的心上，咱看重伊所看重的，就是为着教会牺牲，为着教会的付出，搁较大过伊疼伊家己的性命。所以教会的好处，搁较大过伊家己的好处。耶稣毋是讲一个譬喻吗？讲你来跟对我，有人讲阮兜有地爱犁田我爱转去看。有人讲我要娶某我爱转去准备。所以耶稣就讲：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怎样不配进神国？所以咱来看会当伫耶稣的事的顶面，才会当担任搁较大的任务。咱看到。提摩太是愿意为着福音，诚做仆人，
成为仆人。耶稣甲学生讲：“恁来彼此洗骹呢？”彼得就跳起来讲：“耶稣啊，你要甲我洗骹，唔通啦！但是耶稣讲：我一定爱甲你洗骹，我一定爱甲你侍奉，甲彼得洗骹。骹是咱可能有人可能有臭骹色检查你不要腾起来，有一个味道，就是不好闻。你也看，伫骹咧行涂骹，对犹太人来讲，骹是有当时充满涂刷粉，伫迄个较焦燥的所在，所以骹是上界垃圾的所在。所以咧洗时，可能伊爱真迄卫生的问题，有人毋敢洗。总是耶稣讲，我着爱甲你洗骹，所以勉励学生彼此来洗骹。有一句话讲，伫乱世中间会看见忠诚的这个臣子，这个大神有法度忠诚，在这个乱世中间。所以伫教会内面，咱看到初代教会有罗马帝国的迫害，有犹太人的迫害，这外邦人甲你攻击，毋是真好生存。到最后，基督徒拢去伫聚会，去迄个市郊，咱以泸州做市中心好啊！较早基督徒拢走去五股坑迄山洞墓坑内面遐，山沟遐聚会。搁有一个记号，啥物记号？伊着爱画一只鱼仔，顶面写耶稣基督，迄个罗马字啊。所以这鱼仔是安尼来的。你的车有搭迄只鱼仔无？就讲你是基督徒，就是安尼来的。用迄只鱼仔做一个记号，通关密码。我画一只鱼仔，你还画好水咧，你嘛画迄别种鱼仔鱼咧，你嘛画海豚、画金鱼，就毋是安尼所以画迄只鱼仔，表示咱是基督徒。所以讲，伫迄个初代教会受迫害，有侪遮的代志，互人感觉讲，要信基督，有哪爱真牺牲。总是只有经历迫害的人，会当更较清楚真理，会当更较真做是为着福音牺牲的人。所以提摩太有经历过，伊看到保罗安尼为着福音，所以提摩太嘛真做一个为着福音遮尔努力的人。所以提摩太真做保罗信心的囝。伊讲这那亲像我的囝一样所以保罗嘛写提摩太前书后书来勉励提摩太，互伊真做一个成熟的少年人，互伊真做一个肯为福音真做奴仆，真做仆人。所以提摩太伊知影，伊嘛知影要甲人同工，嘛知影家己的角色，嘛知影伊为着福音，保罗甲吩咐，伊着愿意听话，愿意听命去做。因为耶稣伫伊的心内，伊肯为着耶稣来付出。耶稣嘛，真做伊生命的模样，敢毋是？所以耶稣的教导真做仆人。耶稣的教导，你着爱为着主来努力来跑走。伫提摩太前书4章12节，我想这10个人真熟的经文讲，无得因为你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行做仁爱，甲信称其做信的人的模样。保罗勉励提摩太，爱在伫少年的时做好的模样。伫遮牧师嘛勉励各位兄弟姊妹以及青年学子，遮个青少年，咱拢开学啊！大学开学就是所有学校拢开学。伫开学了后，咱伫教会内面，伫学校的内面。伫厝内的内面，拢会当学习，亲像耶稣一样。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提摩太信仰的内面是有甲人无相款，因为伊受到人甲伊讹落，受到人甲伊肯定，受到人甲伊欺骗，伊甘愿为着福音来去牺牲，实在真可贵的一个青年。所以咱拢讲，咱勉励咱的学生，勉励咱的青年，会当亲像提摩太一样。来帮助伊，愿上帝想互咱伫咱的生命的内面，会当见证耶稣，见证咱的生命。其实咱的教会，每一个人的服侍，拢会当亲像提摩太，遮尔忠诚的侍奉，遮尔愿意的侍奉。
咱真欠亏。你愿意真做提摩太无？有无？哦，遮细声有无？哦，愿上帝使用互咱，在座拢是资深的少年人，吼，所以你还阁有机会甲提摩太共款。愿主使用互咱，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主，伫你的面前，祝你赏赐互阮保罗先生，一位伫旧约遮尔了解律法的人，为伫耶稣基督更新了，伊愿意为着耶稣来付出伊的性命甲一生，伊阁愿意牵一个囡仔，牵一个徒弟提摩太，诚做传福音的使者。感谢主，你是阮伫阮的身上，赏赐阮真宝贵的产业，互阮伫这个时代，阮来彼此勉励。互阮虽然感谢有年岁，感谢阮的人生已经过真多的年日，但是阮的心犹原会当亲像少年的热情，互阮嘛会当亲像提摩太的侍奉，愿意为主你来陪命，愿意将耶稣的事放做第一。愿上帝你帮助阮，嘛鼓励勉励阮的青年，阮的青少年，嘛愿意伫因的生命内面，诚做亲像提摩太一样。愿上帝你帮助，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勉励。那这咱做伙来吟回应诗，新唱诗第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起立来吟全首。
班心来奉献，也请这献的同工来这献。请起立。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伊在伫咱的周报正面下骹面，咱家己会读2遍，请。我你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见，着你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的模样。1章12节。无你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见，着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的模样。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2节。好，咱拍开周报，我来做消息的报告。本会消息，头一项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罗州教会国泰世华银行罗州分行的账号，请兄姐你若有用转销奉献的，请务必伫当礼拜拜5中昼12点之前回报你的姓名、电话，甲你的转销的日期，你的银行账号，甲你的金额，你的奉献的项目，你若入销以后，就无法度变更。袂当伫中昼进前拜5中昼进前回报的资料，你即笔的奉献就要以注册名来入销感恩奉献，嘛无法度计算伫你个人的奉献证明内底。即个转销的奉献，伫咱的疫情期间开放使用。小节第一，全国疫情有对2级的警戒延长到10月4号。咱的政府防疫政策有较透白吼，咱的室内集会的人数有较放宽，所以咱教会也开放实体聚会，欢迎兄姐倒来咱教会聚会。教会台语堂甲华语堂礼拜服侍人员，也请注意服侍日期，配合倒来咱教会来服侍。第二，10月份的礼拜，有10月3号是圣礼典主日，后礼拜是学堂有圣餐、洗礼甲庆生会。10月10号是中央敬老感恩礼拜，甲本会上年的事工主日，也是学堂。10月17、10月24甲10月31，拢是2堂台语华语的2堂的礼拜。
啊，若是有合堂的联合礼拜，拢是9点开始吼。啊，华语堂的兄姐，请特别留心注意。第三，中即会有决议，因为疫情的因素，今年的野外礼拜取消。第四，年度的查校，本会财务组伫礼拜后要举行2021年的年度查校，请各单位相关的人员备便你的账册甲你的小簿仔来受检验。第五，新安宫的读经第四季的读本画出号条，爱来互补，已经放伫个咱1楼的招待桌吼。欢迎兄姐家己来摕转去伫厝的，每日以你的进度来领收。第六，第四季吼，10月到12月复赛轮值表已经有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确认的复赛项目甲日期。你的时间上若有无方便的，请自行甲其他的同工来交换，并且爱通知办公室。复赛安排无法度尽如人意吼，请同工见谅。第七，9月27号，咱两位的牧师要前往济南教会来参加会员办老，吼，这属灵的绘本带领人初阶的培训的课程研习。第八，每礼拜三下暗8点有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九，每礼拜四上午10点双年的乐龄读经班吼，欢迎双年团契甲新来的慕道友来参加。第十，会计报告，8月份收入492106块，支出278326块，结余213780块。11，干事的上班时间，请兄弟家己看吼，毋通到时阵找无着干事吼。再接团契消息，少年团契伫台语礼拜煞伫1楼有举行明年度的同工选举，客友请踊跃参加出席吼。第21月11日吼，礼拜四，少年团契新竹一日游。咱参加的少年团契客友，吼，你有一有会的吼是500块，你的费用有包括你的食物甲保险、车资，报名请李美丽姊妹，按时有限额吼，32个人，吼，月满10指哦，吼，当天是伫6点50伫泸州区公所遐集合。7点要准时出发。再接下口有具体的相通吼，第一是为疫情来祈祷，恳求上帝来医治患者，保守守护遮医护人员甲防疫人员吼，术后平安，互咱甲咱同在哦。第二是咱有极端的气候吼，咱全地球吼，拢同齐吼受到上面的攻击吼，甚至有足侪国家吼有政变，像阿富汗吼有内战吼，嘛真侪的浩劫，自然的浩劫足侪百姓受到苦难吼，所以咱同齐来为即个代志来祈祷。以下则有侪兄弟的事工的代祷吼，请大位。伫个你的灵修祈祷的时间，来为遮兄弟来祈祷。下面有总会中会教界的消息吼，新冠肺炎疫情有慰问金的申请办法吼，请兄弟做伙来看，我就无遮来读吼，也特别要对大家来讲吼，请进入教会爱扫描你的 QR code。吼，是写你的留你的资料，量你的体温，爱消毒，吼，专程爱挂喙罨吼，请大家来配合来实行吼，保守咱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吼。以上。
接着，咱做伙来吟《每遍诗圣诗》第395首，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